换来看这个振兴3倍券，为7月15开始发放，使用到单，到底来带动偌济消费上激烈？陆续有统计数字出来了，短短2礼拜的时间，台南市有2亿4千万的消费，嘉义县市嘛有2000万到4000万不等。若为6月初，就来举办购物嘉年华的高雄市，嘛伫咧3倍券的加持之下，这个消费的金额冲到6亿5千万。 是啊，车买物件，7月15开始摕这个振兴3倍券，拢甲摕出来买物件。南部各县市收一抢3倍券。台南、高雄、嘉义县市拢拍出消费若满额抽奖的活动，厝车各种福利拢有。2礼拜时间，到底带动偌济消费？台南市是2亿4千万，6月初开始高雄到今嘛有6亿5千万。整个消费的力道都在时数2个部分。 大概占到70%的一个比例啊。到昨天7月27号已经破2亿4千万了，所以我们的消费非常的好。当然想要创造房子啊，当然想。会去登录了啊？会啊，会去登录。伫嘉义市有4千万，大部分是以餐饮小食为主。嘉义县除了3倍券，伫农业券的带动之下，冲到2000万。那天大海比基尼。 你是伫垦丁耍水，暗是伫垦丁大街食物件，还有这个人有到这个东流线码头，这小琉球带来真济过暝旅客。屏东县政府统计，7月15到今啊，去屏东带房的房间数就81681间，加算成的一共将近6000间。振兴3倍券实施了后，2礼拜时间带动民众大量的消费，地方的商机贵拢活起来。